镜头转来看咱国内，这华南银行因为陆续标出有行员偷用客户的钱等等重大缺失，对于这个金额有超过462万。金管会是通过对华南银行违反法令的裁罚处分案。华南银行近期有陆续在不同的分行发生行员挪用客户款项跟私自留置结账溢额的一个款项，共计挪用新台币462.86万元。那案关的缺失显示，该行未完善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及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情事，和有违反银行法，可处800万元的罚锾。金管会指出，华南银行这积水分行、树林分行甲台南分行这3间分行陆续标出行员偷用客户的钱等等违规的行为，拢总超过462万，影响到9个客户。金管会除了重罚800万，也强硬要求华南银行要彻底来调查，而且检讨总行督导人员的责任。